我哋而家調查福島縣嘅異常現象先，要去嗰邊同 B 組會合。係。Go。好，出發啦！呢樣並唔係我應該要做嘅事，呢樣並唔係我應該要做嘅事。做人，你做咩啊？做人，喂！你要記翻起，翻嚟啦，特來加龍！彩茶，周人，你做咩啊？喂，周人，你話想取消交易？果然都係咁啊！唔會，我都明白大家都好艱難嘅。好，到情況有好轉嗰陣，我哋再聯絡啦。好，係咁先啦。計埋呢單已經係第6單，估唔到啲怪獸會出現得咁密啊！跟住都唔知會變成點。この手を掲げてるのは眩しい願いをつかみたいだけだよ。探しているのは過去じゃないんだ。心が走り出す衝動なんだろう。輝きへ Dive into now 立ち上がれ Fight for right。 眼差しは映すんだ眩しい明日。切り開いてく未来を見つめるため抱いてるその希望が熱く叫ぶ光になれ。瞳に映した夢を歩こう。その先へ伸ばせオメガ。切り開いてく未来を見つめるため抱いてるその希望を。Hello everyone! ニーハオ、新車をスラマシャン。地球ってたくさんの人がいてたくさんの言葉があるんだね。これから世界中のみんなに会うのが楽しみだ。俺たちの世界中での活躍、ウルトラマングローバルで見てね。よろしく。争うことは好きじゃない。でも俺が守る。一人地球に流れ着いた宇宙人、大切な仲間たちと手を取り合っていく物語。ウルトラマンテオ。
係啊，所以我哋決定叫大家留喺屋企等消息啊。係啊，頭先嗰個電話連最後嗰單生意都取消埋啊！再有工要開嘅話，到時我再揾你。你放心啦，我一定會出足糧俾你嘅。對唔住，就係咁，大家都要保重啊！可以咁樣聽住我最中意嘅鄭先生把聲嘅日子，唔知仲剩翻幾多呢？喺節目嘅一開頭呢，首先就有關於怪獸嘅報導。較早前喺福島縣山中出現嘅怪獸，目前似乎已經逃離咗怪特隊嘅追蹤，暫時匿埋咗，行蹤不明。怪特隊亦都公佈咗，正式將怪獸命名為蓋隆加。根據怪特隊公佈嘅消息，呢隻叫蓋隆加嘅怪獸，似乎係以某種特殊嘅礦物作為能量來源嘅。呢種礦物叫做火焰102，究竟係咩礦物嚟嘅呢？偵測到火焰102呢種物質，咪係之前加貝拉追逐嘅能量巨大嘅隕石所含有嘅物質。根據網上揾到嘅資料咧，呢種礦物好似係嚟自由太空跌落嚟嘅隕石㗎。雷音志成先生嘅文章係咁寫㗎。揾到啦！雷音大法第257章，一顆含有大量火焰102物質的隕石在地底被發現，筆者參觀了保管所。乜你真係有睇㗎？好癲啊！話時話，我記得報道話，其中一隻被認為係超人同伴嘅獸型怪獸都有喺現場出現㗎喎。只不過既然而家嘅情況係蓋隆加失去蹤影嘅話，咁即係代表呢隻怪獸同伴都完全唔係蓋隆加嘅對手喎。呢個係個合理嘅推測啊！根據怪特隊所講，蓋隆加仲識得發射威力好強嘅光線添啊！呢隻怪獸同伴會輸都唔出奇啊！聽講呢一次超人係由頭到尾完全冇現過身㗎。鄭先生你又點睇呢？呢一層啊，嗱，其實講到尾呢，本來都唔係每一次有怪獸出現都有超人出嚟幫手㗎啦。點解咁講啊？喺而家世界各地都有怪獸出現㗎嘛，咁其他國家都係靠自己嘅防衛組織去處理怪獸㗎咋。的而且確係咁樣啊。而且怪特隊亦都冇解釋過怪獸出現得咁密嘅原因究竟係乜嘢？都唔知係避開唔講啊，定係根本連原因都未揾到啊！不過呢，就算公佈咗原因，可能都只會引起社會更大嘅恐慌啊！單喺日本已經出現過有能力去操控怪獸屍體嘅艾德麥菲拉。喺市區出現嘅馬如尼轟兇，揾到啦！喺怪特隊嘅報告入面提過嘅庫洛諾克羅斯。我知佢下一個目標啦，去搶先一步啦！我覺得好危險啊！仲有同蓋隆加一樣，以火焰102作為能量來源嘅加勃拉。出現咁多怪獸真係好奇怪啊！雖然唔知呢件事係咪真啊，但係傳聞話就連外星人都嚟埋啊！真係
住，今次我兩個仔女真係俾咗好多麻煩你哋。唔理係真定假都好啦，而家嘅世界可以話係變得好唔正常噶啦。就係因為咁，呢邊連工都冇得開。睇怕間公司都要執噶啦。講返轉頭啊，而家呢刻唔知去咗邊嘅蓋隆家，真係令人好憂慮啊！呢方面我諗呢，怪特隊同 NDF 而家應該喺度全力處理緊㗎啦。高功率嘅激光炮，佢係利用蘊藏喺火焰102入面嘅能量。火焰102，即係加貝拉食嘅物質。冇錯，佢應該係人類現時手上最強嘅矛嚟嘅。而家我哋只可以相信佢哋啊。冇錯係啊，到目前為止都出現過好多好犀利嘅怪獸啦，每次我哋都大步攬過㗎。記唔記得嗰隻艾爾多基美拉啊？啊，佢呢種怪獸好似會捕食其他怪獸㗎嗬？冇錯係啊，當時咧仲出現咗第二隻格萊姆，簡直係轟動社會啊！嗰時超人要對付艾爾多基美拉同格萊姆，同一時間對付兩隻怪獸啊！當時所有電視台都有報道啊，話艾爾多基美拉會吸收佢捕食嘅怪獸嘅特徵同能力㗎。係啊係啊，真係望到都覺得得人驚啊！嗰一次啊，連超人都贏唔到啊！有冇人啊？有冇人啊？當時允許 NDF 對怪獸行使武力嘅法案先至啱啱通過，大家對佢哋都寄予厚望㗎，所以結果好多人都對 NDF 好失望啊！好彩嘅係 NDF 冇放棄到，佢哋即刻就展開針對艾爾多基美拉嘅弱點嘅作戰。如果冇記錯嘅話，好似係向佢注入大量能量，令到佢變弱啊！結果係點？我哋都要打到基美拉。喂！固定鈎確認脫落。就喺
喺呢個時候，超人就帶埋佢嘅怪獸同伴嚟出手相助啦。作戰計劃可以繼續，即刻開始啦！注入大量能量。知道。得咗啦，成功咗啦！之後 NDF 都有發表聲明，佢哋話如果當時冇超人幫手嘅話，可能就會好難擊敗阿爾多基美拉㗎啦。仲有啊，超人而家嘅怪獸同伴，之前都試過變成超人嘅敵人㗎。鄭先生，你喺度講緊嗰個有角嘅巨人啊，嗬？喺嗰一次，超人都一度輸咗啊！周人，不過咧，佢好快就重整旗鼓，再嚟過。冇錯係啊，當時 NDF 都有制定作戰計劃㗎。明明當時都仲未成立怪特隊㗎嘛，已經可以揾到怪獸嘅弱點，真係犀利啊！佢係想將扎弗拉斯引去作戰地點。呢一次都係啊！聽講超人嘅行動睇落就好似係知道作戰內容，配合作戰咁樣。喂嗱，白資料作戰開始。我果然都係覺得超人係人類嘅同伴嚟啊，唔會有錯嘅。雖然作為傳媒報導資訊嘅人咁大聲講自己嘅立場係唔係咁好嘅，但係啊，其實我都係咁諗啊。液態氮氣罐引爆！引爆！第9992個。我屋企有好多兄弟姊妹㗎。好球啊！知道佢幾犀利未？超人一開始出現嘅時候，就已經一路留意住佢㗎啦。覺唔覺得咧？佢每次都係用盡全力去戰鬥㗎。我都有呢個感覺啊！果然咧，佢係值得我哋相信㗎。至少我哋兩個係咁諗啦。對於超人嘅睇法同相信與否嘅問題咧，就交由大家每個人自己去定奪啦。
但係我哋嘅未來究竟會變成點樣呢？而家喺街上面宣講世界末日論嘅人，好似真係越嚟越多啦。但嗰啲應該只係冇根冇據嘅都市傳說嚟嘅啫。覺醒嘅時候，喺我出世嘅嗰個星球，嗰度擁有住非常先進嘅文明。但係後嚟到咗覺醒嘅時候，嗰啲怪獸就開始不斷咁樣出現啦。覺醒嘅時候，冇人知道覺醒嘅意義究竟係乜嘢，但我覺得係一個睇下人類同怪獸邊一方更適合統治嗰個星球，雙方為咗生存而開始鬥爭嘅時候，咁就係覺醒嘅時候。每隔幾千年，覺醒嘅時候，似乎就會喺有生命嘅行星發生一次。地球喺以前似乎都曾經發生過一次。只不過我覺得唔係完全冇根冇據噶。話晒個世界變成咁，其實我有啲驚啊。唉，都係嘅。個世界啊，的確係變到好亂好唔簡單。不過咧，就算係咁啊，我仍然相信一切會變好嘅。各位聽眾，請聽我講啦。超人同埋怪特隊佢哋而家一定係盡全力咁樣去同怪獸戰鬥緊。我相信我哋之所以仲可以生存同埋生活喺呢個地方，都係多得呢班英雄嘅奮鬥。我自己咧，就係因為見到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樣去同怪獸戰鬥，先有勇氣繼續行落去。聽眾留言喎，佢全名係腳踏實地嘅男人。鄭先生，鄭先生你好啊！因為怪獸關係，我間公司面臨執笠危機。但係我相信怪特隊嘅所有人，我亦都相信超人。我會一如既往咁繼續努力工作。我希望每日都盡力生存落去。用咁樣嘅形式回報佢哋嘅恩情，就係咁啦。講得啱啊！你都要努力做，就好似我同寧美咁樣啊。今次嘅事，唔理世界變成點都好，大家都依然喺度努力咁樣過好每一日。而怪特隊，佢哋就一直好努力咁樣去守護我哋呢一啲日常。我相信超人都係咁樣噶，所以我哋要相信佢哋，好好生存落去。正如腳踏實地嘅男人所講，各位聽眾，我哋一於就相信到最後啦，好唔好啊？冇錯啊，我都會繼續咁樣為佢哋打氣㗎。腳踏實地嘅男人仲有點一首歌添喎。哦，呢首歌我都中意啊！我都好中意㗎，聽完實會充滿力量啊！呢首歌嘅歌名就係 Unbreakable。我而家好需要，快啲食啊！喺嗰度。答えは決まったか心の声に蓋をしたままごまかしゃでいばいて誰かのためにやる自分らしさで偽りつけても誰もそこはやき好嘢！
哋啱啱收到一則突發嘅消息，蓋隆加再次喺福島縣山中出現，而今次超人亦都出現咗。但係根據情報，雖然佢哋展開咗戰鬥，但係超人之後疑似係故意放走蓋隆加。做人發生咩事啊？到目前為止，蓋隆加仍然係行蹤不明。而對於超人嘅呢一個行動，怪特隊到而家仲未發表佢哋嘅睇法。發生乜嘢事啊？做人，奧米加佢唔係就人，佢發生咩事啊？光成，你係咪知道啲乜嘢？做人佢，我覺得佢唔會再返嚟。突發新聞，喺小笠原群島出現咗怪獸啊！你話咩話？而且呢隻比起之前出現過嘅任何怪獸都更加危險啊！唔係啩？聽講超人而家都唔知去咗邊喎，係咁應該點算好啊？總言之呢，下一集超人奧米加最後之力，情況真係越嚟越嚴重啦！切り開いて